各位长辈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不以为意，但却关乎性命的话题。很多朋友过了50岁之后，照镜子时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变得很胖，体重计上的数字看起来还算稳定，四肢也没有变粗，甚至还变细了一点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腰围却不知不觉地往外扩张了？以前穿得下的裤子，现在扣子变得好紧，爬个楼梯开始觉得喘，走快一点就感到力不从心。每天早上起床，明明睡很久，却还是觉得全身无力，心闷闷的。大部分的人会安慰自己，这就是老了吗？代谢变慢，发福是很正常的。但我要严肃地告诉各位，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衰老，而是你的心脏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天又一天地沈重压迫着。这种东西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内脏脂肪。今天如果你划掉了这段影片，你可能就会错过心脏已经向你发出许久的求救信号。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影片后半段我会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我检查方法，让你在心脏真正支撑不住之前，先察觉到危机。在开始详细说明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为你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认真听这段提醒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你们的回馈对我很重要。现在，让我们放下对体重的执着，来看看这个隐藏在肚皮下的真相。今天老医师不谈怎么减肥变美，我要谈的是如何保命，如何保护你的心脏。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重点，不是体重机上的数字，而是你的腰围。很多来诊间看病的朋友都会跟我说，医师，我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都在正常范围内啊，体检报告也没说我过重，我应该很健康吧？这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认知陷阱。大家习惯只看体重，或者只看整体的胖瘦，以为只要没变成大胖子就没事。但事实上，有一群人外表看起来瘦瘦的，或者体型很标准，我们称之为泡芙人。他们的皮下脂肪可能不多，但体内的内脏脂肪却早已严重超标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特别是50岁以后，我们身体的肌肉量会自然流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脂肪的增加。这时候，你的体重可能完全没变，但你身体的含金量已经变了，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体质。当肌肉变少，脂肪变多，即使外表不显胖，你的心脏、肝脏和血管其实都处在高度压力之下，一点也不轻松。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个例子，同样是60公斤的2个人，一个人平时有运动习惯，肌肉发达，另一个则是久坐不动，肚子虽然软软的，但有点微凸。虽然体重一样，但后者体内的内脏脂肪可能已经把器官塞满了。这就像是2台同样重量的货车，一台载的是坚固的建材，另一台载的却是容易腐烂且会产生热能的废弃物。哪一台车的引擎会先坏掉？答案显而易见。所以，请各位长辈明白一个观念，外表看起来不胖，并不代表你的心血管是安全的。这种危险往往隐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理解，为什么那些长在肚子深处的脂肪会成为心脏最致命的威胁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脂肪分成2大类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。第一种叫做皮下脂肪，就是你用手捏肚子，那一层厚厚的、软绵绵的肉，那是长在皮肤底下的。虽然皮下脂肪太多，会影响外观，穿衣服不好看，但说实话，它对健康的直接威胁并不是最大的。它就像是盖在身体外面的一层保暖毯子。真正可怕的是第2种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，
内脏脂肪。内脏脂肪位于腹腔深处，它不像皮下脂肪那样可以让你轻易捏到，它会像强力胶一样紧紧地包裹着你的肝脏、肠子、胰腺，甚至是血管。它隐藏得很深，摸不着看不到，但它的活动力却强得惊人。我常跟病人打一个比方，我们的心脏和内脏器官原本是在一个宽敞、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，但是当内脏脂肪堆积时，就像是有人不断往这个办公室里塞进一箱又一箱的杂物，把本来该让器官活动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心脏原本应该要在轻松的环境下规律跳动，提供全身血液，但当腹腔内的空间被这些脂肪垃圾填满时，心脏每一次收缩，每一次扩张，都要承受巨大的物理压力。更糟糕的是，内脏脂肪不只是一块安静的肥肉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失控的化工厂。它会不断释放出各种有害物质，扰乱你的新陈代谢，让你的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肚子大的人，往往血糖、血压和血脂都很难控制的原因。内脏脂肪正在从内部悄悄地腐蚀你的健康地基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谈谈它具体是如何对心脏发动攻击的。当内脏脂肪在你的肚子里越积越多时，它并不会乖乖待在那里，而是会对心脏发起2道致命的攻击。第一道攻击，我称之为无声的慢性发炎。当内脏脂肪细胞过度肥大时，它们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发炎因子。这种发炎不像你感冒发烧那样猛烈，让你马上感觉不舒服，它更像是一场微弱但永不熄灭的余火。想象一下，你家里的电线因为超载，总是处于一种微微发烫、发热的状态。虽然今天电线没烧掉，明天也没起火，但长久下来，电线外面的绝缘层会慢慢裂化、脆化。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，这些发炎因子随血液流动，不断地微烧住心脏和全身的血管，让血管壁变得脆弱，容易堆积污垢。心脏在这个充满发炎因子的恶劣环境下工作，就像是在浓烟密布的房间里跑步，迟早会支撑不住。第2道攻击，则是荷尔蒙的系统性崩坏。我们的身体原本有一套精密的信号系统，负责告诉脑袋我们饱了没有，该不该燃烧脂肪，血压该维持在多少。但是过多的内脏脂肪会干扰这些信号，让身体的荷尔蒙失去平衡。举个例子，原本应该帮你控制食欲、稳定血糖的荷尔蒙会减少，而让你感到饥饿、囤积脂肪的信号却会增强。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你越累就越想吃，吃进去的东西越容易堆积在肚子上，而越大的肚子又让心脏负荷越重。很多长辈会觉得，这是我意志力不够，爱吃才会瘦不下来。其实老医师想跟你们说，这真的不全是你们的错。当内脏脂肪过多时，你的身体已经发出了错误的生理信号，让你陷入一个生理性的漩涡。这不是单纯的贪吃，而是你的内在环境已经失衡了。你的心脏必须在血压波动、血糖不稳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支撑。这种由内而外的折磨，才是肚子大最危险的地方。为了让大家更有感触，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这是我以前在诊间遇到的一位病患，我们暂且称呼她为陈秋月女士。陈女士住在台中的南屯区，今年67岁。她第一次来看我时，穿着很体面，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阿姨。她告诉我，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危险群，因为她并不胖，体重一直维持在55公斤左右。但是陈女士有一个困扰，她发现这2年来，她的肚子渐渐隆起来，虽然四肢还是瘦瘦的，但腰围明显增加。她跟我抱怨说，医师，我最近去南屯市场买个菜，走快一点就喘得不得了。以前爬2楼都很轻松，
现在要休息好几次。晚上睡觉时，我先生说我的呼声变得很重，甚至会突然没气，而且吃完饭后，我就会变得很困，整个人提不起劲。他原本以为这就是老了，或者体力变差，他去做了常规检查，结果显示心脏还没到血管严重阻塞的地步，但在我仔细评估后，发现他的体重虽然标准，但内脏脂肪指数非常高，已经达到了代谢症候群的标准。我告诉他，秋月阿姨，你这不是老，是你的肚子在跟你抗议。你的心脏已经快被脂肪压得喘不过气了。其实，在台湾有很多像陈女士这样的中高龄朋友，你们可能体重没有明显爆表，但肚子越来越大，耐力越来越差，睡眠品质下滑，饭后容易疲累。你们的身体并不是在一夕之间倒下，而是在这种无声无息的磨损中，慢慢耗尽了心脏的生命力。陈女士的故事提醒了我们，不要被秤上的数字骗了，要听听身体发出的真实喘息声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谈谈内脏脂肪对心脏发动的后续攻击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，但你们一定要知道真相。第3道攻击是，你的心脏也可能发生脂肪化。大家一定听过脂肪肝，就是肝脏里塞满了油脂。但你们知道吗？当腹腔里的脂肪仓库塞不下时，多余的油脂会跑到不该去的地方。这些油脂会渗透进你的心肌细胞，甚至在心脏外围包覆一层厚厚的脂肪膜。我常跟病人用一个大家在厨房里都看过的例子来比喻。我们在菜市场买猪心或牛肉时，好的肉质应该是鲜红结实且有弹性的，但如果那是霜降或有明显油花的鸡肉，吃起来虽然软嫩，但对于一颗活生生的心脏来说，那是灾难。心脏是一个需要24小时不断跳动、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帮浦。如果肌肉纤维之间夹杂了太多的脂肪，它产生能量和收缩的力量就会下降。这就像是原本精密的引擎，齿轮里被灌进了粘稠的废油，转动起来自然变得吃力、低效率。第4道攻击是，心脏会逐渐变硬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纳闷，医师，我的血管明明没塞住，为什么我还是会呼吸困难？那是因为你的心脏虽然还能把血液打出去，但它变得太硬了。心脏在收缩后需要放松、扩张，才能让血液流回来填满，但长期受到内脏脂肪和发炎因子的影响，心脏的肌肉会先维化，变僵硬，它没办法像年轻时那样灵活的舒张。这就像是一颗用久的旧皮球，气打太饱又变硬了，你拍它，它弹不起来。当心脏变硬，血液回流不顺，就会造成肺部淤血，让你走几步路就觉得胸口闷，喘不过气，甚至连躺着睡觉都觉得不舒服。这些变化都是极其隐蔽的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体力变差，但实际上心脏的结构正在发生质变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一定很想知道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处于危险边缘？与其每天担心体重计上的数字，不如现在就站起来。老医师教你2招在家就能做的自我检测，这比感觉我不胖要可靠得多。第一步，我们来精确测量腰围。请拿出一条卷尺，测量的时候请站直，全身放松，不要刻意吸肚子，这样测出来不准。请找到你肋骨最下缘和长骨、骨盆上缘的中间点，大约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位置，在吐气状态下平平地绕一圈。对于我们台湾的朋友，请记住这2个关键数字。男性如果腰围超过90公分，就要非常小心了。女性如果腰围超过80到85公分，就是身体在发出警讯了。第2步是更有参考价值的腰高比。这个算法很简单，
用你的腰围除以你的身高，理想的比例应该小于 0.5， 也就是说，你的腰围最好不要超过你身高的一半。如果你的比例超过了 0.5， 代表你的代谢风险已经开始增加。如果接近 0.6， 那简直就是红色警戒，请务必正视这个问题。除了量尺寸，我也希望大家多留意身体发出的无形信号。如果你符合以下几点，代表你的内脏脂肪可能已经过量了。吃完饭后会感觉极度困倦，好像不睡一下不行，即使睡眠时间足够，白天还是觉得很累，没精神，晚上睡觉呼声很大，甚至有呼吸中止的现象，容易腹胀、便秘，或者有严重的胃食道逆流。虽然手脚看起来细细的，但肚子却像吹气球一样凸出来，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，你的腹腔空间已经太挤了，心脏正在承受不必要的负担。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段，可以先去拿卷尺量一下，这不是为了美观，而是为了了解你的心脏到底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。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，针对这种类型的肥胖，我们要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应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不要灰心，老医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内脏脂肪虽然可怕，但它并不是顽固不化的。只要你找对方法，内脏脂肪消失的速度往往比皮下脂肪还要快。但是重点在于做对，而不是盲目的少吃或乱动。首先是第一章处方间，吃对。在台湾，我们最常见的饮食错误往往是从早餐开始。很多人早餐吃饭团、三明治加含糖奶茶，中午吃一个炸排骨便当，饭量很多但蔬菜很少，下午喝一杯手摇饮或吃块饼前，晚上又是面摊的前面或卤肉饭。这种吃法会让你的血糖快速飙升，迫使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。胰岛素就像是一个储存搬运工，它会把多余的能量迅速塞进你的肚子里。老医师教你一套具体的修改方案，替换精致淀粉，把白饭、白面条、白吐司减少，换成地瓜、燕麦、糙米或南瓜。注意喝进去的脂肪，勾芡的浓汤、油腻的补汤、含糖饮料，这些都是内脏脂肪的最爱。正确的进餐顺序，这非常重要。请先喝一点清淡的汤或温开水，接着吃蛋白质、鱼、肉蛋、豆腐，再吃大量的蔬菜，最后才吃淀粉类。这样可以稳定血糖，让脂肪不容易堆积在肚子上。接着是第二章处方间，动对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有在运动啊，我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半小时。散步虽然好，但如果你的强度太低，可能还不足以烧掉内脏脂肪。你需要的是中等强度的运动。什么叫中等强度？就是你要动到呼吸变快，微微出汗，但还能讲出一句完整的话的程度。你可以尝试快走、慢骑、脚踏车，或是现在很流行的超慢跑。这非常适合长辈。目标是每天大约30到40分钟。除此之外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一点点阻力训练，例如扶着椅子做深蹲，或者拿装满水的保特瓶举一举。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的燃糖工厂。过了50岁，拥有肌肉才是你保护心脏、对抗大肚子的最强武器。不要怕累，从明天开始，给自己一点点挑战，你的心脏会非常感谢你的。除了饮食和运动，还有2个常被忽视的因素，它们简直就是内脏脂肪的幕后推手，那就是睡眠与压力。第3章处方间，睡好。当你熬夜、睡眠不足时，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升高，这会让你的大脑发出错误指令，让你疯狂想吃甜食和油腻食物，而且特别容易把能量存在肚子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工作压力大、睡眠差的朋友，明明吃的不多，肚子却越来越大的原因。老医师建议尽量在晚上11点前就寝。如果长期失眠，不要硬撑，请找医师帮忙调整。
这也是在救你的心脏。第4章处方间，顾好肠道。研究发现，肠道菌群如果失衡，会引发全身性的慢性发炎，进而加重内脏脂肪堆积。所以，请多摄取膳食纤维，像是蔬菜、豆类、黑木耳，适量吃一点天然发酵食物，如无糖、优格或纳豆，并摄取充足的水分。不要迷信那些昂贵的减肥药或保健品，原型的天然食物才是对肠道最好的照顾。第5章处方间，寻求专业医疗，不要听信偏方。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、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，且内脏脂肪非常严重，单靠生活习惯的改变有时可能不够快。这时候，请咨询专业医师。现在医学非常进步，有一些合法的药物或治疗方式可以辅助改善代谢，但请记住，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买那些号称一贴就瘦、抹一抹就消肚子的神奇药膏或来路不明的减肥药。那些东西往往伤肝又伤肾，对心脏更是一大威胁。保护心脏是一场马拉松，需要的是科学的方法和耐心的累积。不要相信奇迹，要相信你每天为身体做出的正确选择。接下来，我想跟各位长辈分享一些心心相印的话，作为这段影片的总结。各位长辈，听了这么多，我最想跟你们说的是，那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在我们传统观念里，可能被视为福气或富贵，但在老医师眼中，那是心脏发出的无声求救。你的心脏从你在妈妈肚子里跳动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，它为你工作了几十年，为你泵送每一滴血液，支撑你走过人生的起起伏伏。现在它可能有点累了，它正在被那些沉重的负担压得气喘吁吁。现在轮到你来帮它一把，为它减轻负担。我们不需要一天之内改变所有的生活习惯，你可以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开始做起。晚餐少吃半碗饭，少喝一杯含糖饮料，早30分钟上床睡觉，或者吃完饭后去散散步。这些微小的改变，心脏都能感受得到。爱自己，就从缩小腰围、减轻内脏负担开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老朋友们。把这份健康的礼物送给更多人，也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1或0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我是老医师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祝福大家都能拥有轻盈的身体、健康的心脏。我们下次见。